紅藍遊戲提前支裝閒，今日就示範下，大家睇能否揾出破綻。正常洗牌，然後發出來。先講結果後發牌，呢把係莊贏，唔信即刻發牌驗證。9點係莊贏，講得冇錯吧？再嚟下一把和局，7點冇錯和局，呢把開閒，8點閒贏，連續預測準確無誤，下手開莊，閒7點，莊8點係咪好準？落嚟仲係莊，想知點樣預知未來？請關注我，4口全中。